政債通過嘅問題，政治方面咧，我都不嬲都好留意啊，因為政治同經濟係連埋一齊嘅，政治唔好咧，經濟好都唔能夠長遠。曾幾何時，李嘉誠主持嘅業績記者會係全城關注嘅大事。今日一齊嚟睇翻以前超人係點樣回應一啲超尖銳嘅問題。呢度你大把識得經濟人，當佢係一個起碼嘅會計師，起碼啫。早知咧，我去賣乜嘢好，我去買乜嘢好，嗰啲錢合能走翻嚟公司。我不止我唔攞得到嗰啲錢，細股東都攞嗰啲錢，因為嗰啲買賣嗰啲錢係資產係屬於公司嘅。咁多香港咁多力人啊，呢個同我生意又冇關嘅，我講乜嘢都會錯。多謝，公開場合唔好講啦，聽呢個係政府嘅行為啊，佢哋呢個唔批評啦啊。